在频道的社群分享里面，加个标签景致，你看点按上去，点按下去，你看这个有上传频道的影片就会显示出来了。要自己的频道了。咖啡店里面，炮台集中在盐水国中，要武庙、盐水国中都，据说有10几个店呢，放那个烟火，放轰炮。